听夜公감사大家好，今天讲做到这讲个吧，针对要切写的这个。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15课交通工具。城市里的交通四通八达，它好像一张编织的网，连接着人们的心情与生活。那么现在您到西藏去旅游的话，不仅可以坐飞机，您还可以乘坐火车去。不一样的交通工具，不一样的心情和感觉，那么同样的目标就是西藏。下面我和边巴老师给大家讲一些有关于交通方面的常用句式。说起交通工具，那么您看到您久违的朋友，不禁要关心一下他是怎么过来的。那么比如说，您从北京是怎么过来的？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 키라 베이징에 간제스 페바， 你是从北京怎么来的？ 키랑 비지네 컨제스 체네 페바， 你从北京是怎么来的？ 키랑 비지네 컨제스 페바， 你从北京是怎么来的？你从北京是怎么来的？ 키라 베이징에 간제스 페바， 你从北京是怎么来的？坐飞机来的。 넘주르 데네 영화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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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飞机来的。 我坐汽车到日喀则去，这个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 我랑콜라 데네 시그즈르 주인， 我坐汽车去日喀则。 我랑콜라 데네 시그즈르 주인， 我坐汽车到日喀则去。 我랑콜라 데네 시그즈르 주인， 我坐汽车到日喀则去。 我랑콜라 데네 시그즈르 주인， 我坐汽车到日喀则去。 那么我想知道到哲蚌寺怎么去？有人说到哲蚌寺可以乘坐公共汽车去。 제봉라 지주 랑콜 데네 치呢？这个是到哲蚌寺可以坐公共汽车去。 几步了？几句랑콜 데네 치呢？这个是到哲蚌寺可以坐公共汽车去。 解步了？几句랑콜 데네 치呢？这个是到哲蚌寺可以坐公共汽车去。到牧区要骑马，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 조쿨라大选国是到牧区要骑马。 조쿨라大选国是到牧区要骑马。 조쿨라偏呢？大选国是到牧区就要骑马。那么现在牧区人都骑摩托车了，这个用藏语怎么表达呢？ 단다 조쿨라 미망베 박바选现在牧区许多人都骑摩托车了。 단다 조쿨라 미망부 박바 슌기。 现在牧区有许多人骑摩托车了。 단다 조쿨라 미망부 박바 슌기。 现在牧区有许多人骑摩托车了。你会开车吗？这个呢？ 랑키 랑코로东新个预备，你会开车吗？ 랑키 랑코르东新个语变，您会开车吗？ 랑키 랑코르东新个语变，你会开车吗？ 랑키 랑코로东新个预备，你会开车吗？ 学过，但开得不好。
장룡 이내 약부当新个名，学过，但开的不好。장룡当약부新个名，学过，但开的不好。장룡 이내 약부当新个名，学过，但开的不好。장룡 이내 약부当新个名，学过，但开的不好。城市里汽车真是很多，那么农村里有很多拖拉机。农村里有许多拖拉机，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촌습라拖拉机忙不表示农村里有许多拖拉机。촌습라拖拉机忙不表示农村里有许多拖拉机。촌습라拖拉机忙不表示农村里有许多拖拉机。最后，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外出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치료라 루트 네바르투点驾啦습서 치워시外出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七落了主队，你把土顶架了습서七滚。外出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七落了主队，你把土顶架了습서七滚。外出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치료라 루트 네바르투点驾啦습서 치워시外出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前面我们学习了交通工具有关这个课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句式，下面根据课文内容，我们来重点学习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下面针对重要句型，我们来做一下替换练习。我们的第一种句型是我是怎么怎么来的。나 근데스 제 내용이。比如说，我是坐飞机来的。나 남주 때문에 영어인。我是坐飞机来的。나 남주 때문에 영어인。我是坐飞机来的。比如，我是坐大巴来的。나 랑코로 치제라 때문에 영어인。我是坐大巴来的。나 랑코르 치제라 때문에 영어인。我是坐大巴来的。我是坐吉普车来的。나 집 때문에 영어인。我是坐吉普车来的。나 집 때문에 영어인。我是坐吉普车来的。我是骑马来的。나 따学내 영어인。我是骑马来的。나 따学내 영어인。我是骑马来的。我是骑自行车来的。나 깡코로学내 영어인。我是骑自行车来的。나 깡코르学내 영어인。我是骑自行车来的。下面我们要讲的第2种句型是我坐汽车到什么什么地方去。나 랑코르 때문에 가봐 친구이。比如，我坐汽车到那曲去了。나 랑코르 때문에 늑추로 친구이。我坐汽车到那曲去了。나 랑코르 때문에 늑추로 친구이。我坐汽车到那曲去了。我坐汽车到山南去了。나 랑코르 때문에 로가라 친구이。我坐汽车到山南去了。나 랑코르 때문에 로가라 친구이。
我坐汽车到山南去了。我坐汽车到昌都去了。我랑코 대내 참도로 침부인。我坐汽车到昌都去了。我랑코르 대내 참도로 침부인。我坐汽车到昌都去了。我坐汽车到灵芝去了。我랑코 대내 닝치를 침부인。我坐汽车到灵芝去了。我랑코르 대내 닝치를 침부인。我坐汽车到灵芝去了。我坐汽车到谷歌去了。我랑코 대내谷歌를 침부인。我坐汽车到谷歌去了。我랑코르 대내谷歌를 침부인。我坐汽车到谷歌去了。我坐汽车到冈迪斯山去了。我랑코 대내 강디스를 침부인。我坐汽车到冈迪斯山去了。我랑코르 대내 강디스를 침부인。我坐汽车到冈迪斯山去了。第三种句型是我会开什么什么。예 가르가르东新个语。比如我会开小汽车。예 랑코르 총아东新个语。我会开小汽车。예 랑코르 총아东新个语。我会开小汽车。我会开大卡车。예 랑코르 치제东新个语。我会开大卡车。예 랑코르 치제东新个语。我会开大卡车。我会开面包车。예 랑코르 징제东新个语。我会开面包车。예 랑코르 징제东新个语。我会开面包车。我会开手扶拖拉机。예 토주东新个语。我会开手扶拖拉机。예拖住东新个语。我会开手扶拖拉机。